2002年，嘉玲喺接受香港電影資料館訪問嘅時候，曾經輕描淡寫咁回憶到，四哥每次嚟泰國都會探望我哋，大家一齊食飯、聽音樂、嘻嘻哈哈，言語輕鬆，情義深長。嗰陣嘅佢雖然已經息影多年，定居曼谷，但昔日嘅圈中好友仍然不時遠道而嚟探望。張國榮就曾經赴泰國出席佢個女嘅婚禮，而謝賢呢個被大家親切稱作四哥嘅人，只要一踏上泰國嘅土地，就一定會抽時間到佢屋企小聚，嘻哈笑語，好似琴日咁。但時光流轉，曾經熱鬧嘅餐台，如今已經寂寥無聲。2002年11月21號，嘉玲喺曼谷嘅寓所與世長辭，享年87歲。佢走得安詳而寂靜。據契女郭秀雲透露，嗰日朝早6、7點鐘，佢接到咗噩耗。嘉玲喺睡夢中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辭世，陪伴喺旁邊嘅護士最先發現異狀，而佢個丈夫姚武倫當時仲喺度熟睡中，一啲都冇發覺。聽到消息嘅郭秀雲第一時間撥打姚武倫嘅電話，卻始終冇人接聽。佢心頭一緊，呢幾年疫情反覆，姚武倫嘅身體亦都大不如前，就驚契媽離世會令到呢位老先生頂唔順。好彩契哥聞訊之後趕返屋企，同爸爸共同面對呢場別離。佢亦都好快動身趕赴泰國，送嘉玲最後一程，料卻契女嘅情分。嘉玲曾經係上世紀60年代紅極一時嘅光藝三大花旦之一，風華絕代，演技斐然。佢演過俠女、名媛、苦情人，亦都演過刁蠻少女同埋痴情妻子，喺無數銀幕角色裏邊進退自如。但喺最紅嘅時候，佢嘅選擇息影，隨愛人移居泰國，悄然隱退，好似一朵不問世事嘅白蓮，自顧自咁盛開喺異國嘅陽光下。幾十年裏邊，佢鮮少出現喺媒體面前，唔再喺鎂光燈下邊流連，唔再同輿論纏鬥，好似成個人從香港影壇蒸發咁。直到2022年，再度見諸報端，佢已經係離世嘅消息。喺曼谷離世嘅嗰一刻，嘉玲嘅人生好似喺悄無聲息中落幕。對於年輕一代人嚟講，呢個名或者早就已經陌生，但喺謝賢嘅記憶裏邊，佢從來都冇走遠。佢係我第一個心愛嘅女人。謝賢曾經咁樣回憶：如果話謝賢晚年最能夠憑借金像獎影帝再登人生高峰，咁嘉玲嘅輝煌則早已經被定格喺嗰個港片黃金年代。佢唔係梁朝偉嘅嘉玲，而係謝賢嘅嘉玲。60年代紅極一時嘅光藝花旦，同四哥並肩7年，係觀眾心目中最合襯嘅銀幕情侶，亦都曾經現實中最令人艷羨嘅一對戀人。佢原名何佩英，1953年因為一次偶然嘅機會踏入演藝圈，考入嶺光影業演員訓練班，同謝賢成咗同學。嗰陣嘅謝賢風度翩翩，才華橫溢，出道作《留下山水》後就嶄露頭角。而嘉玲仲只係個做場記嘅新人，喺片場靜靜觀摩，偷偷記筆記。1965年，佢哋終於有機會一齊演戲，喺《三妻奇案》裏邊首次搭檔飾演男女主角。嗰陣兩個人仲未有任何情愫，只係默契嘅拍檔。但命運嘅火苗已經悄然點燃，真正令感情升溫嘅係進入光藝之後。嗰個時代嘅香港影業如火如荼，導演秦劍喺新加坡財團嘅資助下成立咗光藝公司。謝賢同埋嘉玲雙雙簽約，亦都因此開始咗真正意義上嘅綁定。5年合約，30幾部電影同進同出，幾乎形影不離。佢哋合作嘅999命案大獲成功，唔單止令到兩個人迅速爆紅，亦都令觀眾睇到不亦樂乎。無論係5月雨中花裏邊嘅痴情糾葛，淨係追妻記裏邊嘅打情罵俏，佢哋嘅每一次對戲都係火花四濺。嘉玲都因此成為咗光藝嘅頭牌花旦之一。戲內戲外，佢哋都甜蜜如初戀，出席活動手拖手，俾媒體稱為最合襯嘅銀幕情侶。喺嗰個明星極少公開戀情嘅年代，佢哋嘅坦率同埋堅定，反而更加顯得真摯。但如所有熱烈嘅愛情一樣，佢哋嘅感情最終都冇能夠逃過現實嘅侵蝕。7年之癢嚟得尤為明顯。嘉玲渴望一段婚姻嘅歸屬，謝賢卻仍處風頭正勁嘅上升期。佢愛嘉玲，卻更愛自由。佢遲遲唔願意俾承諾，花邊新聞亦都從來冇間斷，咁令到嘉玲開始失望動搖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個名闖入咗佢嘅世界，
姚武倫。呢位嚟自泰國嘅華僑大亨，係李小龍電影《唐山大兄》嘅外景協辦人。一次偶然嘅機會，佢邀請嘉玲嚟拍攝廣告，殷勤備至，溫文有禮。嘉玲一開始只係向謝賢報備，希望佢能夠緊張一啲，表現出在乎。估唔到謝賢只係淡淡咁回咗一句：咁都好嘅，你去睇下感情發展點樣咯。呢一句話好似一把刀咁，將佢心裏邊最後嘅希望都割斷咗。佢意識到，或者謝賢早就已經唔再珍惜啦，於是佢選擇咗轉身，選擇咗姚武倫。外界驚詫，謝賢亦都痛惜，但佢冇挽留，只係坦然接受，並且真心祝福。多年之後嘅坦言，嘉玲係我第一個深愛嘅女人，即使分咗手，佢哋依然合作無間，喺電影《英雄本色》裏邊再度搭檔，好似彼此已經將呢段感情升華為另外一種永恆。而嘉玲加入豪門之後，就逐漸淡出娛樂圈，隨丈夫移居泰國，過上咗另外一種人生。雖然冇再登銀幕，卻始終保持優雅同埋體面，同謝賢亦都保持住君子之交，情分未斷。多年之後，謝賢仍然會喺去泰國嘅時候探望佢，一齊食飯、聽音樂。而佢嘅人生就好似一場優雅嘅謝幕，冇轟轟烈烈嘅告別，卻令人久久難忘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嘉玲曾經同張國榮交情匪淺。嗰年，哥哥遠赴泰國，只係為咗見傳說中嘅白龍王，尋求心靈指引。然而白龍王婉拒咗佢嘅到訪，無奈之下，張國榮轉而求咗嘉玲。兩個人喺夜色之下長談至深夜。但最終都無力改變結局。多年之後，嘉玲個女喺受訪嘅時候，仍然好遺憾咁提及呢件事。呢個係佢媽媽心目中永遠嘅痛。1976年，嘉玲喺電影《人海奇花》裏邊飾演一位心理失衡、以復仇為樂嘅女子。呢個係佢從影以嚟少有嘅反派角色，亦都成為咗佢嘅告別之作。自此之後，佢正式息影，退出娛樂圈，加入泰國富商姚武倫嘅家族，成為咗名副其實嘅豪門太太。嫁入姚家之後，嘉玲唔單止得到咗丈夫嘅寵愛，更加深得公婆歡心，日子過得平順又幸福。兩公婆生咗2個女一個仔，孫輩亦都已經成年。本來以為可以安享晚年，點知喺佢離世前嘅1年，大女不幸病逝，成為咗佢晚年最大嘅打擊。而1年之後，佢都悄然閉上咗雙眼，似乎係追隨個女嘅腳步，去往另外一個世界。雖然已經分手多年，嘉玲同謝賢卻始終保持良好嘅關係。謝賢經常會攜帶女伴前往泰國探望嘉玲一家。姚武倫唔單止唔介意，仲同謝賢成為咗朋友。嘉玲曾經喺訪問裏邊坦言，謝賢係個可以一齊玩樂嘅好朋友，但佢係萬人迷，做情人好好，做老公卻令到我冇安全感。相比之下，姚武倫俾佢嘅係一種踏實嘅愛，將佢捧喺手心嘅全然呵護。而喺嘉玲過身之後，媒體卻意外挖出咗佢另外一段鮮為人知嘅往事。原來佢有過一段秘密嘅婚姻，仲有一位從來都冇曝光過嘅神秘長子。呢個長子正係 TVB 嘅資深演員黃柏文。呢個消息一經曝光，瞬間引起咗譁然。據報道，黃柏文早喺嘉玲踏入演藝圈之前就已經出世。嘉玲1953年入領光演員訓練班，1955年拍攝第一部電影《三妻奇案》，而黃柏文嘅出生年份係1958年。按道理嚟講，嗰時嘉玲已經係活躍影壇嘅演員，時間線顯得頗為之微妙。佢究竟係喺同謝賢戀愛期間生仔，定係喺2個人分手之後？呢個謎團隨住佢嘅離世，恐怕亦都再冇人能解。媒體為咗求證，曾經致電黃柏文本人，佢並未否認，反而坦然回應：我係媽媽入行前生嘅。佢話自己自幼父母分開，一度隨爸爸赴國外生活，直到8歲先返到香港。嘉玲當時主動同佢相認，但為咗唔影響事業，一直冇對我公開母子關係。黃柏文講，媽媽係個溫柔且有分寸嘅女人，從來都冇強行介入佢嘅生活，始終保持住一種默默守護嘅姿態。佢仲透露，嘉玲病重後一直都喺泰國接受治療，晚年長期臥床。最後一次見到媽媽嘅時候，佢已經靠吸氧氣維持呼吸，講唔到嘢，只能夠通過筆談交流。但即使係咁樣，佢仍然神情平和，安靜到好似瞓着咗咁樣離開。佢係笑住離開㗎。回望嘉玲嘅一生，猶如一部起伏跌宕嘅時代影像。銀幕上邊，佢係傾國傾城嘅光藝花旦，同謝賢合演30幾部作品，係嗰個年代最令人動容嘅銀幕情侶。情場上邊，佢愛得義無反顧，
佢亦都轉身果斷，投入另外一段安穩嘅婚姻。生活裏邊，佢係相夫教子嘅賢妻，係母愛滿溢嘅媽媽，係樂於傾聽張國榮心事嘅老朋友，甚至喺佢人生謝幕嘅時候，仲藏住一段被隱藏嘅親情，向世人留低咗最後一抹驚鴻。佢嘅故事或者終將塵封喺繁忙嘅舊報紙同埋記憶角落，但只要有人仲記得銀幕上邊嗰個笑靥如花嘅女子，嗰個喺光毅同埋謝賢攜手嘅身影，咁嘉玲呢個名就永遠唔會被遺忘。嘉玲嘅一生如同一部光影交錯嘅老電影，既有銀幕上邊嘅風華絕代，亦都係人生路上邊嘅波瀾起伏。佢愛過、痛過，亦都靜靜走過漫長歲月，最終喺異國安然謝幕。塵世已遠，故事未完，佢早已經成為嗰個年代裏邊一抹難以忘懷嘅溫柔同埋倔強。